乡亲啊，目前是肠仔病毒的流行期，讲到6月底为止，肠仔病毒问急诊的人数将近2万人。医师来提醒家长，会当考虑让囡仔来做肠仔病毒的预防射。医师说明，即马肠仔毒疫情，台中3兄弟仔同齐互医生看，检查发现全部感染肠仔毒，脑发炎。因为休热时间，囡仔出去耍，活动变侪，互相消化病毒的比例嘛对咧增加。一家3兄弟的，分别是1岁、2岁跟7岁。那他们其实就先后在1周内都得到肠病毒。根据疾管署资料显示，6月底肠仔毒问急诊的人数超19300多人，而且以吸刷机 A 型为主，可以引起冻症。加上即马挂嘴暗的规定变冷，医师提醒家长会当考虑互小囡仔来做肠仔毒疫苗来预防冻症。那现在因为有这个71型的疫苗。所以现在其实这个2个月到6岁的小朋友其实都可以施打。呼吁民众莫接洗手，避免出入人真济公共场所，降低病毒收尾风险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